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呢個禮拜我哋一齊讀經羅馬書嘅第7章。今日分享嘅靈修經文係第7章嘅1至6節。弟兄們，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，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時候嗎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還活着，就被律法約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，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歸於別人，便叫淫婦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，雖然歸於別人，也不是淫婦。我的弟兄們，這樣說來，你們藉着基督的身體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們歸於別人，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，叫我們結果子給神。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，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，現今就脫離了律法，叫我們服侍主，要按着心靈的新羊，不按着儀文的舊羊。保羅強調，法律對人嘅約束咧，喺人活着嘅時候先有功效。因此，對於嗰啲因為受洗而與基督同死嘅人呢，法律嘅效力就冇辦法再約束佢哋啦。因此，為此呢，基督徒嘅行事為人，亦都唔係再係依照法律嘅條文嘅舊方式，而係依照聖靈嘅新指示嚟到侍奉神。法律並唔會因為死亡而廢除，但係由於人嘅死亡呢，法律會失去咗佢對人嘅效力，亦都即係話受洗歸入基督嘅信徒，唔再係依循呢啲嘅法律條文而活，但係依循聖靈嘅新指示嚟到生活。猶太人呢，想以克己遵守法律呢個方式去蒙神稱義，其實係唔可行嘅，因為法律反倒會激發人犯罪嘅慾念添。如果按着遵守法律以達到被稱為義呢個想法呢，面對繁文縟節呢啲法律條文，唔小心違背咗，就會陷入罪責。法律反倒成為我哋被定罪、遠離稱義嘅可能。當受洗成為基督信徒，因着上帝慈愛嘅恩典，就脫離咗法律嘅約束。藉着信耶穌基督，我哋被稱為義人，唔係靠嗰啲繁文縟節嘅法律條文，而係因着上帝嘅恩典而被稱義。嗱，好多信徒嘅難處就係未信主之前，按照世界嘅價值觀而生活，雖然唔係咁滿意，但係亦都唔知道仲有啲咩嘅出路。所以呢，有人向佢哋傳福音嘅時候，佢就好興奮，即刻接受耶穌做救主。不過信主之後，佢哋就面臨到冇人教佢哋點樣去依靠聖靈生活，所以又翻返去以前嘅生活方式。新嘅生活乃係依靠聖靈嘅新樣，唔係儀文嘅舊樣。但係我哋卻好容易再次落入舊有嘅心態，以一種行善積功德嘅態度嚟到面對信仰。我哋可能以為唔夠虔誠，缺乏禱告，冇讀經，就冇辦法得到上帝嘅幫助，而將參與聚會同埋服侍當為一種嘅功績啊、效能啊咁樣，為咗讓上帝睇見並且得到稱讚。呢個就係保留咗一種等價關係。認為奉獻得夠多，祝福咧就會更多啦。但係按照住聖靈嘅新樣而行呢，就係出於我哋甘心樂意，唔係為求得到同等嘅好處，亦都唔係帶住罪疚感而行，係為咗回應上帝白白賞賜嘅恩典。保羅亦都特別提出，當我哋唔再依照法律條文嘅舊方式，而係依照聖靈嘅新指示嚟到侍奉神，就能夠結出聖靈嘅果子啦。親愛
主，感謝你，因為你就係嗰一位又真又活嘅神。求主將我哋從移民嘅規條當中釋放出嚟，能夠每日按照聖靈嘅引導生活，使我哋唔再滿心戰兢咁樣嚟就近上主，而係能夠坦然無懼嘅嚟到同上主親近。奉耶穌得勝嘅名求，阿門。